来加重处罚食酒驾驶，不过也是真侪人拢无咧惊。为着要互这发袂惊的累犯了解到家己会甲受害者和家属带来偌大伤害，高雄市昨就伫咧殡仪馆举办道安讲习，互25个酒驾的累犯来接受震撼教育。驾住赛车骑车搁再犯的民众来到殡仪馆，徛伫受害者牌位头前宣誓。酒后不开车。所来到太平间，了解遗体冷冻甲火化的状况。2点钟久的教育是高雄市区监理针对驾酒赛车再犯专班举行的道安演习课程。让这些他们酒驾再犯班的学，他们有一个很震撼的一个，就是说原来酒驾后续真正的发生的车祸以后，他会受到多严重的一个伤害。高雄市区监理所表示，参与者拢是驾酒赛车的累犯，虽然讲无严重，甲爱公布名字，不过也是希望因有警觉，决定布置灵堂，甲受害亡者的名单列伫咧牌位，互驾酒赛车的累犯对书了解后事规个办理过程，希望因莫搁犯，造成其他家庭的悲剧。一个大体到了我们殡仪馆以后，他先要入殓，然后在冰柜室，然后最后到我们的火化的这个过程，我们昨天也都让那些学员实际的去参访。参与者讲，袂搁再驾酒赛车，高雄市区监理所表示，这是新冠肺炎疫情过后所办理的第一场课程。驾酒赛车的人，敢会因为安尼来减少，就要等明年参与人数出来了后，才会当精准比较。记者高雄报道。